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屏东万金的耶诞季，12月初六要来点灯。今年要来规划着市集，是主打庄严宁静的耶诞气氛。另外，台南市政府是把这个耶诞节的主会场刷到运河边，嘛是12月初六要来点灯。3、2、1，生日快乐！在耶诞树的灯火点好光，到灯外口看这个灯饰实在真水。 唔经高档的美丽光雕，每年总吸引百万人次。高档边的搭一年比一年闹热，不过产生交通破解问题，引起民众怨叹。这几年来回归单纯宗教仪式。今年的部分就是还是依照往年的模式，还是以教会举办的活动为主。万金耶诞季对12月初六到明年1月初3有真侪活动来看台南。 这个港笑馆刷白灯啊，耶诞树雷雕图案的设计，照伫运河边啊，真有塞纳河畔的浪漫气氛。是今年台南市府请分科大设计的。12月6日是和乐广场点灯，我们除了有精彩的节目之外，也邀请了马丁 Hawkins 一起来参与，有精彩的表演哦！欢迎你来台南。耶诞节就要到啊，民众嘛使开始按算要到倒一个所在过耶诞节。